나소마주나게 다다냐미 세계 달지게 된那我们在听闻的时候呢，就如同前2天所说的，就是我们是为了发起菩提心。那为了发起菩提心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来听闻佛子行37颂。那听闻之后呢，就是要如理的来做行持。那以这样子的意乐动机摄持之后呢，然后来听闻今日的佛子行37颂。那之前呢，我们已经讲到说，就是为了发起菩提心呢，所以我们要修学自他换。那讲完自他换之后呢，那就讲到说，如何呢将为缘转为道用。那将为缘转为道用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生命菩提心的部分。那生命菩提心呢，就是昨天就是有稍微讲解呢空性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根本定智的时候呢，该如何来观修空性。那讲完了，就是在根本定智当中如何观修空性之后，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那厚德如幻的时候呢，就是厚德如幻智。那在厚德没有在入定的当下呢，那我们该如何的行事？那这里呢，首先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对于贪尽呢，就是该如何断除它的第十的这种执着？那还有对于嗔见呢，该如何断除它第十的这个执着？所以上一堂课呢，我们就是讲到说，就是在根本定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现前呢就是通达空性，或者说处于在空性呢圆空的这种入定的状态。那离开以后呢，那就是属于这个空还有显现，就是空现和的状态。那空性和的状态呢，就是讲到说，我们透由通达空性的智慧摄持呢，然后去远离贪尽。虽然说呢，在前面的寄颂呢，我们讲到说就是我们要远离贪尽，但是前面讲到说远离贪的这种方法呢，是讲到说我们在现行的时候呢，能够去对治贪心，但是并没有讲到说就是如何去断除贪的这个种子。所以要断除贪的这个种子呢，就要有通达空性的智慧呢来做摄持，那我们才能够断除空的贪的这个种子。所以一开始呢，就讲到说在对治现行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我们对于这种贪境呢，我们是要去内心呢，就是要升起说，对于这种可爱境呢、乐意境呢，我们要知道满足，不要过度的贪求无厌。那因为贪求无厌的时候呢，只会让我们的嗔心不断的增长。但是这种方式呢，无论说远离贪境也好，或者说透过离欲知足的方式呢，它都只是能够断除贪的现行而已，却没有办法断除贪的这种种子。然后断除贪的种子呢，就要有通达空性的智慧所摄持，那才能够断除呢，就是贪的这种执着。那由空性的智慧所摄持呢，就是对于我们对于乐意境呢，会升起一种它是第十成立的这种执着。那显现它是第十成立，也因为显现的缘故呢，执着它是第十成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呢，并不是如同我们显现一般第十成立的执着。那以这种厚德如幻的方式呢，去对治我们的贪，那才能够断除呢，就是贪的种子。那所以这个寄颂呢，就是第23寄，色若慧玉月意境，因观有如夏时红，虽现美丽然无实，离贪着是佛子行。就是当我们遇到月意境呢，会让我们升起贪的境的时候呢，就要想到说它其实是无地时的，就像是我们夏天看到彩虹一般，彩虹看起来虽然很美丽，但是它的无法去触碰一般。我们所看的月意境呢，算我们显现呢会显现为地时，但实际上呢它是无地时。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呢它并没有地时成立的这个体性。所以呢，断除这种贪着呢，透过通达空性的方式去断着贪着呢，这个是佛子呢应该去学习的。那接下来的这个寄颂呢，就讲到说，我们同样呢，对于嗔见呢，就是要断除呢，就是第十成立的这个执着。所以妄执时有起忧恼，诸苦犹如梦之时，故于为缘会意时，观为虚妄佛之行。那就是说呢，当我们就是远离我们的乐意境亲朋好友的时候，那遇到呢就是不愿意定，那无论说像是怨敌也好，或者说像是三苦、生老病死等等也好呢，那我们内心呢就会充满着这种忧恼。
那这个时候呢，该如何去思维呢？就像是诸苦犹如梦之时。那最主要呢是出自佛经里面。那佛经里面就有一个公案呢，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子呢，她在做梦的时候呢，就是梦到呢，就是她生了一个小孩。那梦到她生小孩的时候呢，她在梦中呢就感到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但是后来呢，她在梦中呢，还又梦到说，哦，这个小孩呢就是因病而死亡，所以小孩子死的时候呢，她就感到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呢，她并没有真的生小孩，那小孩子呢也没有真实的这个死亡，所以实际上呢，就是从生意的角度来说呢，她并没有生孩子，同样这个孩子呢也没有死亡，但是呢，她在梦中为什么会感到这么的难过呢？就是因为她会执着说这个小孩子呢是真实的这个存在，所以同样呢，就是我们在现世的时候、现实的时候呢，遇到这些痛苦的这些境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升起了第十成立的这种执着，就是因为有第十成立习气的缘故，所以会有这种第十的执着，会升起十执。那十执升起的时候呢，它所显现的呢都是错乱智。那自然，对于这种三苦显现为错乱智的时候呢，你把它执持为第十成立执着的时候呢，你自然就会升起痛苦。所以诸苦犹如梦之死，所以就讲说，其实就像是梦到小孩子死掉呢，它并非是第十成立的，所以故于为缘会遇时，所以如同于此，当我们遇到任何的为缘，遇到任何痛苦的时候呢，那观为虚妄佛子行，都要把它视为是第十成立的这一种，第十不成立的这种虚妄。那如是修行呢，就是佛子所要去行持的。总的来说呢，前面两个寄送呢，就想要说，我们对于贪尽呢，要断除呢第十成立的执着；对于嗔尽呢，也要断除呢第十成立的执着。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无论是亲或者是仇也好呢，它最主要呢都是官带的。因为没有一个不需要依靠官带呢而自相成立的亲或者是仇。那也因为呢，我们显现为第四成立呢，才会把它指使为第十成立。所以我们在了解空性之后呢，就要透过厚德如幻化的方式呢，然后来做观修。那接下来呢，就是可以分为几个大科判几个内容。那第一个呢是讲到六度，就是对于菩萨呢，他在行持的时候呢，六度该如何的行持。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讲到说就是成熟智呢是靠六度，那成熟其他有情呢是靠四摄，所以讲到六度四摄，那以及如何依靠正知正念，那还有回向。那后面的内容呢，就是分为这五个大部分。那第一个呢，就是先讲到说，求觉尚须舍自身，何况一切身外物？故于身财尽舍却，不忘报是佛之行。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布施嘛。那我们知道说布施呢，就是在讲到六度六波罗蜜的部分。那第一个呢，就讲说求觉尚须舍自身，就是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那乃至于说就是最后呢，就是连自己的身体呢都可以舍弃，都可以布施给其他的有情的时候呢，那更何况呢是一切我们的身外之物，因为连自己身体都可以布施的时候，那故于身财尽舍却。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有前面所讲的通达空性的智慧呢，所摄持的时候呢，那去布持身也好，或者说布持这些财物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是不会升起这些执着。而且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去觉得说，哦，我希望能够得到哪些回报？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说，我们是大乘的行者，大乘的修行人。那所以我们在提布施的时候呢，不要觉得说，哎，这些好像都是菩萨的这些行仪，跟我一点关系呢都没有。因为我们是自己呢想要跟着菩萨呢来做修学，想要变得和他们一样。那所以在变为菩萨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发起菩提心嘛。那菩提心的因呢，就是最主要就是像大悲心等等。那我们要升起这些大悲心或者是菩提心的时候，最主要呢就是要依靠着这个利他。所以，我们布施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为了自己呢，就是能够得到什么东西。我们最主要布施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就是其他友情，只是为了其他友情能够更好，为了别人能够变得更好的缘故呢，是我们去做布施。那当然这个是跟空性就是三人提供的内容就是互相来做结合。那总之呢，就是我们因为是达成行者缘故呢，所以在行这一些六度或是布施等等的时候呢，并不要就是觉得说这些好像是菩萨呢才做得到的，那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而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累积这样子的因。
所以呢，就如同在入行论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布施的这种方式。那其实所谓的布施呢，它讲的呢就是一个舍心，就是我们的心呢要能够去舍。那当然就是经典里面呢有讲到说，就是我们布施呢，最后就是可以连自己的像是呃小孩、妻子，乃至最后呢自己的身体呢都能够去做布施。那这个能够去做布施的缘故呢，是因为说。我们透过一开始的这种串习，而不是说一开始要我们布施的时候呢，就去做那一些。那我们该如何的呢去串习我们的舍心呢？那就是从我们的身外之物呢开始来做布施。身外之物如何去舍呢？就是我们思维到说，我累积了这么多的财富，那我如果不去做布施的话呢，留着呢对我有怎样的好处呢？那我们可以想到说，其实在我死的时候。当我断气的时候呢，这些财物呢都是带不走的。那如果说我死的时候，这些财物呢，它是可以跟着我一起走，我是可以一起带走的话呢，那我不去舍弃这些东西，把它留着呢，那还说得过去。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说死的时候。这些财物它完全都带不走，那既然带不走的话呢，你为什么要这么贪着这些东西呢？那何不在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呢，就去做布施？那透过这种方式呢，慢慢去修炼我们的这种能舍的这一颗心的时候呢，那久了之后呢，乃至于说我们的身体呢也能够舍弃，因为在思维的时候呢也一样，这些生物之物呢，我们有什么好贪着，有什么好放不下的呢？乃至于说我一出生的时候，我就和我在一起的这个身体，在我临终的时候呢，我也得放下它呢，而到来世去。所以连我的身体我都带不走的话，何况是身外之物的这些财物。所以透有这种方式呢，来串起这个舍心。那我们在讲布施的时候呢，就是除了这个财施之外呢，那我们知道说布施分为三种嘛，财施、法施还有无畏施。那法施呢，那就是以利益有情的这种心呢，为他们说法，不是以恶心。那这是属于法施的部分。那财施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将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受用资财、受用等等呢，然后给予他人呢，这是属于财施。那无畏施呢，就是属于救护这一些生命受到伤害的这些众生呢，是属于无畏施。那所以同样呢，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常常去发愿回向，希望说这个战争呢能够早日的这个平息。因为战争呢，就是如果说和我们没有直接关联的时候呢，我并不会去支持说这边呢和我是比较相近的一方，然后另外一边呢和我是比较疏远的一方，所以我希望说呢这边能够打赢战争，而是透过另外一种方式，然后说这些呢都是生命都是非常可贵的，所以常常在回向的时候呢，也要希望说就是世间呢能够和平，那一切的战乱呢能够快速的平息。那接下来第二个寄颂呢，所讲的呢，就是六度里面的第二个就是持戒的部分。那无戒自力尚不成，欲成他力岂可能？故于三有不希求，勤护戒是佛之行。那对于说呢，就是我们如果呢，就是对于自己已经承许的这些戒律仪呢，要是没有办法好好去行使的话呢，就是毁戒、破戒、犯戒的话呢，那不要说能够去帮助别人，因为我们犯戒之后呢，就会堕入到恶趣啊。那如果投身到恶趣的时候，你连自利呢都没办法做到，那更何况呢，讲到说要去利益其他的这个友情呢？那所以呢，就是一开始我们在讲戒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别谢脱戒呢，就是断除12业的这种律仪，断除12业的这个戒律呢，开始来做持守。那我们守戒的目的，那其实最后呢，也是希望说能够获得人天果位，获得人天的果位呢，其实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生生真上呢，最后能够承办佛位。所以故于三有不希求，所以我持戒也不是仅只说为了能够获得三有人天的这种安乐，我最主要的是要希求呢，就是能够成为大圣的佛子嘛。那我们讲说如何成为一个大圣的这个行者，是否为大圣行者呢？最主要就看有一颗善良的心。那这个善良的心呢，则就是指利他的心，就是我们把别人呢看得比自己还要来的重要。那有着这种善心呢来做摄持，然后好好的呢去持戒，去持守呢我已经受持的，无论是别谢脱戒或是菩萨戒、密乘戒等等呢，那这些呢就是好好的来护戒呢，那这个呢也是菩萨呢所应要行的。那我们在讲到戒律的时候呢，那戒律呢其实分为三种，那就是律仪戒、摄上法戒，还有饶益有情戒。
那我们在讲到律仪戒的时候呢，就是对于说像是断除12业等这些律仪呢，就是我们要去防护恶心，就是不要去作恶的这种戒呢，是属于这个律仪戒的部分。那饶益有情戒呢，就是升起这个善心，然后呢去帮助有情，因为我们知道说一切有情呢和我一样都是希求离苦得乐，那以饶益他人去做的这一些行持呢，就是属于饶益有情戒。那摄善法戒呢，就是想要说，就是我们透过行善呢，然后去守持行善的这个律仪。那其实在，摄善法戒里面呢，那像是菩萨行里面，我们讲六度四摄嘛，四摄其实都可以收摄在摄善法戒里面。接下来第3个偈颂呢，第27个偈颂呢，那讲的呢就是六度里面的安忍度，就是我们要修学这个安忍。修持忍辱，所以想要说呢，欲想福善诸佛子，因观愿家如宝藏，于诸众生舍愿心，修安忍是佛子行。那就是说呢，想要就是获得呢，就是福善的这些佛子。那这边讲的福善呢，只是说一切的这一种具足一切圆满的这种安乐。那我们想要具足一切圆满安乐的时候呢，那该如何的行持呢？那就是对于我们的仇敌怨家呢，要让他视为是这个宝藏。为什么要让它视为宝藏呢？因为他们是能够帮助我们呢去修持忍辱，因为忍辱呢就是具有很多的这种功德。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对于众生呢要舍弃这种怨恨心，就是别人伤害我的时候呢，我们要对他升起安忍，然后不要去怨恨他们。那同样呢，就是因为舍弃这种怨恨的时候呢，也不要升起这种想要报复的这种心。所以去修学安忍呢，修习忍辱呢，那也是佛子呢，就是菩萨呢要去行持的。那我们在讲到安忍的时候呢，那就讲到说，其实安忍它为什么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呢，就是要去修学安忍，就是因观愿家如宝藏。它为什么会是如同宝藏一般？因为透过修学安忍呢，那这些它能够变成我们累积福德的一种方便，它能够成为一个累积福德的这个主板。那不仅如此呢，就是在入行论里面，还有像是入中论里面呢，都有在讲到说，就是修学安忍的好处、圣地，以及呢，就是升起嗔心的这些过失。那特别是在入行论里面呢，就讲到说，就是难行无过忍。那无过胜于嗔，就是在所有的苦行里面呢，没有比忍辱呢还要难以行持的这个苦行。那同样呢，在所有的过失里面呢，没有比嗔心呢还要来得更为重大的这一种过失。因为一个嗔念呢，它就能够毁坏呢我们多劫所累积的这个善根。所以，我们平常呢就要常常呢去思维到说，修学忍辱的好处，那以及发起嗔心生气的这些过患。那这个呢是我们在还没有死之前呢就要去做思维的，因为经典有讲到说，如果我们到临终的时候呢才去思维到说，嗔恨的过失有哪一些的话呢，那其实呢没有太大的这个帮助。那我们在讲忍辱的时候呢，又讲到说，忍辱它其实分为就是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还有施舍法忍的这3种。那耐怨害忍，它最主要的就是说，当我们被别人伤害的时候，那我们要去内心的，就是不要被别人伤害我们的缘故而内心就开始起纷乱，内心呢要如同山一般的就是安住。那这个指的是耐怨害忍。那安受苦忍呢，是讲说，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想办法呢去忍受，思维到这些是我过去呢业呢所感得的。所以我们一般在讲到说行持的时候呢，讲到说行持好像是只有受灌顶，还有像是做一些程序的时候，我才要去做这个程序。但实际上，我们真的要程序的呢，是在行持的时候。那如何在行持的时候去做程序呢？就像比如我从今天开始呢，就自己立下一个誓言，我不要再升起嗔心，我要去修学忍辱。那当然，对于我们初修行者来说呢，不可能说一开始呢就去不升起任何的生气，不去生气。那我们就慢慢的呢，就说那我以前呢很爱生气，每天都爱生气。那我现在呢，就是可能我今天早上呢，我立誓，就是我以后这个礼拜呢，有几天的早上呢，我不去生气，然后慢慢的让我生气的这个次数呢，慢慢的减少，然后立下这样子的程序。那这个呢，才是行持的一种方式，就是不要觉得说我们在立下誓言，好像只有在受戒等等的，或者说灌顶的时候才需要立下誓言。实际上在行持的时候呢，也可以给自己一个程序，然后让自己呢好好就去做修行。
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关于6度里面的精进的部分。那精进就讲到说，唯求自利，恶圣人，犹见其如旧头狼，为令众生起得缘，发精进是佛子行。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仅仅呢希求自利的这一些，就是恶乘的这个行者，也就是小乘行者呢，那他们呢，就是对于精进呢，就是在修学佛法上面呢，就是精进的行持，就像是头上呢就是着火一样，像是救头燃，如同是头上着火一般的去灭火一样。那更何况呢，就是我们是希求呢，就是大乘的行者，所以我们是为了利益众生呢，然后我们要去累积无量的这个功德，开启功德的这个源头呢，那就是要透由精进，因为我们知道说精进呢是一种欢喜，或者说精进呢它是一种就是我们对于善行呢就是能够努力的去行持，发起欢喜，或是行善呢不会有任何的退却呢，叫做精进。那在讲度中论里面呢，就提到说，我们为什么要精进呢？我们精进的目的呢，我们精进行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是为了利一切有情缘故呢，所以我才要发起精进。那在讲述精进的时候呢，又讲到说，精进呢就是分为3种。那第一个呢就是还假精进，第二个呢就是摄善法精进，第三个呢是饶益有情的精进。那还假精进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就是我们对于任何的善行呢，就是能够升起这种欢喜，以及不会体验的这种心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还假精进。那摄善法精进呢，就是我们在行持任何善行的时候呢，不会疲厌，然后勇猛去做呢，这是属于摄善法精进。饶益有情精进呢，就是在利他的时候呢，不会有任何的退却呢，那这是属于饶益有情精进。那刚刚讲完精进之后呢，那精进呢，就是它的这个相反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懈怠。那懈怠呢，同样又分为3种，就是想要说拖延的懈怠、单着恶事的懈怠，那还有自轻懈怠呢，这3种。那拖延的懈怠呢，对我们来说就是最不好的这一种嘛，就是我们会认为说我要做什么善行，要做好事的时候呢，我就想说要行善的时候啊，明天再来做，后天再来做，下礼拜、下个月之后再来做，就什么事情能够一直往后延的时候呢，那自然这些善事呢，它就无法承办，所以这是属于推延的这种懈怠。那推演的这个懈怠呢，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要去思维到暇满难得，因为暇满难得缘故呢，所以我现在呢就要努力的来做行善，或者说呢，透过思维无常使无常，无常不知道何时到来呢，所以我要行善的时候呢，现在就要开始做，然后以此呢来对治这个推演的这个懈怠。那第二个呢，讲的就是单着恶事的这个懈怠。那单着恶事的懈怠呢，它这个恶事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对于世间的这些事情，我只忙碌在世间的事情这些做忙碌，那真正的应该在法上用功的时候呢，反而没有时间。所以这个讲到说单着恶事的这个懈怠，那恶事就是指我们一般世间的事情。那第3种呢是自轻的懈怠。自信的懈怠呢，它指的其实就是说，我们内心呢会有一种怯弱的心，就是说啊，这件事情呢我做不到啊，要发大心呢，我没有办法发大心，我没有办法发起菩提心，我没有办法利他，就是这一种我做不到的呢，就是所谓的自轻懈怠。但是其实我们不用这样去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一切众生心绪当中呢都有如来藏，我们只要肯去做的话呢，这一些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除非我们自己不去行持之外。为什么？因为如来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每一个人的心绪呢都是一样，我们的心呢都是远离一切烦恼的这个垢染，而且我们的心呢也都是具有承办圣意菩提心以及世俗菩提心体性的一种光明的这个心性。所以，因为有如来这样的缘故呢，那我们呢要做任何事情，只要我们肯去做呢，是一定都可以承办的。那加上说呢，因为我们是远离这些烦恼的垢染，所以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要去跟别人做比较，然后呢，不要常常生起嫉妒，然后不要有我慢，能够去对治心里面这一种贪嗔痴或是嫉妒我慢比较的这种心。那所以呢，就是透过这2种方式呢，我们就能够对治这种自轻的这种懈怠。那接下来呢，下一个寄送呢，就是讲到关于静虑，也就是定的部分。甚深禅定生慧观，能尽除灭诸烦恼，知以因离事无色，修静虑是佛子行。那这个他讲的呢，这边所讲的静虑，其实最主要讲的呢，就是沿着空性的这个直观双明，就是我们想要升起沿着空性的毗婆舍那，就是圣观的时候，
沿着空性的这个色摩他一定要先升起来，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净律呢，指的就是沿着空性的这个要升起沿着空性的止观双运之前呢，沿着空性的止呢，就是色摩他要先升起。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六度里面的最后，就是想要说智慧度，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部分。那无慧善导前五度，正能觉佛不能成，故具方便离三轮，离智慧是佛子行。那如果呢，我们没有第六度呢，智慧度的话呢，即使具备了前面呢，就是布施一直到精进还有禅定这五度呢，那还是没有办法承办正等正觉的这个佛位。所以，即使呢我们心绪当中有着大悲心、菩提心呢，但是没有般若波罗蜜多智慧度来做摄持的话呢，还是没有办法成佛。所以，故具方便离三轮，方便呢指的就是指前五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呢，这前五度呢是属于方便分。那有了方便之后呢，我们要升起一个通达三轮体空的这个智慧度，所以离三轮的是指通达三轮体空的这个智慧。那所以要去修学那个智慧波罗蜜多，那这个呢才是佛智的这个心意。这个寄送呢，就是如果把它收摄起来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呢我们没有前五度的话呢是不行，所以布施一直到净律部分的这个前五度呢，是我们一定要去修学的。但是仅仅行持这五度呢，就能够成佛吗？还是不行。所以前五度是我们一定要行持，但是即使我们去行持前面五度呢，那没有行持第六度智慧度的话呢，还是没有办法成佛。所以讲到说呢，通达空性的智慧，没有通达空性的智慧的话呢，即使我们具足圆满的方便，有菩提心、大悲心等等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成佛的。那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只有呢通达空性的智慧，但是没有方便菩提心的话呢，那同样我们连大乘之门呢都无法去入，更何况呢是成佛。所以想要承办佛位呢，就是智慧和方便呢，就是二者呢就是不能够分离，二者要双运，那这个呢才是能够成佛的方法。讲完六度之后呢，那接下来这个寄送呢，就是对于说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一些过失呢，就是自己要去观察，观察之后呢去做断除。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讲说，若不细察己过失，道貌岸然行非法，故当相续恒观察，断己过失佛子行。那该如何就是观察自己相续是否有过失呢？那同样就是要透过这个正念还有正知，要有正念正知的摄持。所以在功德资本颂里面呢，有讲到说，就是正知正念不放逸，就是我们如何让自己不放逸呢？就是透过正念正知，所以要恒常呢，透过正知呢来观察我们自己的相续，然后呢断除自己的这些过失。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在行持上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这个寄送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过失呢很困难，因为即使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过失跟山一样多呢，那山一样大呢，我们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因为我们总是认为自己呢是很好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就是了解到说自己的过失，而且看到自己的过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立刻的呢去改进、去改善，而不是说我看到自己过失的时候说啊，这个是一点小过失，没有关系，放着就好。我们该如同就是噶当派的格西奔公甲一样，奔公甲呢，他每天呢都是用这个黑石头跟白石头呢在算自己的这个黑夜跟白夜，所以这种形式呢，就是值得我们自己呢来做修学的，就是对于自己的过失呢，努力的去思维，哎，我今天呢一天里面呢做了哪一些善事，那又做了哪一些恶事，那就是很长的呢来观察自己的这个心相续，那断除己过呢，是我们在行持菩萨行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点。那接下来的这个寄送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不要去讲述呢，就是佛子的这一些过失。所以说，因或说他佛子过，突然瞬解之功德，故其大乘修行者不到人过佛子行。就是我们不要呢随意去讲述他人的这个过失。那我们为什么会讲述其他佛子，就其他菩萨的过失呢？最主要就是我们自己心绪当中的这个烦恼。我们因为自己心绪里面当中的这个烦恼呢，然后如果我们讲述的对象呢是菩萨的话呢，那自然呢就会损减我们自己的这些功德。那对方是否为菩萨呢？其实我们从外向上呢看不出来，因为菩萨呢他不一定有所谓的上师喇嘛的这个名号，他也不一定呢会有格西的这个头衔，他也不一定呢要坐在法座上，他也不一定呢要穿着一件黄色的这个衣服。也就是说，
对方是否为菩萨呢？是我们不知道的。那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如果去讲述别人的过失的时候呢，那有可能就会损坏自己的这些功德。所以，对于大乘的这些，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想要修学大乘佛法的这些行者呢，那不应该去讲述别人的这个过失。也就是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功德，看自己的功德，了解自己的功德，但是呢，不要去看别人的不要去看别人的过失，而是看别人的功德。那过失呢，就是看自己的过失之后呢，努力的去做断除。所以呢，就是我们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要认识自己的过失，然后看清楚自己的过失之后呢，去修改。那不要呢去观察别人的过失。我们对于他人呢，应该去求镜像，就是看别人的这个功德。因为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的过失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去改进，才能够变得越来越好。那对于别人的过失呢，我们去讲，其实对别人一点一点伤害呢都没有，反而最后伤害了自己。特别是如果说对方呢是菩萨，我们又看不出来的时候，讲别人的这些过失的时候呢，最后损害的呢是自己。所以对别人呢，应该去修镜像，不要去看他的这个过失。那接下来这个寄颂呢，就讲到说，贪图利尽互争执，闻思修业将退失，故于亲友施主家，离贪着是佛子性。那对于说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些施主呢，那我们对于他们呢，不应该升起这种贪图，就是他们对我们的这些好处，或是贪图呢别人对我们的恭敬。那尤其是就是修行人彼此之间呢，就是不要做这样子的争执，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很容易呢，就是让自己闻思修的这些功德呢退失。所以呢，对于像是自己的这些功德主等等呢，对于他们我们要远离贪着，那这个呢也是佛子要去行持的。那第34个偈颂呢，出言恶语恼人心，复伤佛子诸行于，故于他人所不悦，觉恶言是佛子行。那就想说，我们用这种恶言恶语呢对待他人的时候呢，那别人听到一定会损恼别人的这个内心，而且呢，复伤佛子诸行于，因为在菩萨的六度四摄里面的四摄法里面呢，第二个就讲到说爱语的部分，就是要对他人呢，就是以柔软语呢去做帮助他人，但是这个时候用恶语呢去讲别人的时候呢，那自然我们对于说佛子行里面、菩萨行里面的这个四摄呢就有所违背，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应该对于他人呢不要去讲那种伤害别人的话，所以绝恶言呢是佛子行。那接下来呢，就想要说第35个偈颂：烦恼串习则难治，永世名持正念气，贪等烦恼出生时，即摧坏是佛子心。那就说，对于贪嗔痴这些烦恼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就是放任它呢，一直让它在心绪当中升起。所以呢，对于这些烦恼呢，我们要去对治。那该如何对治呢？就是拿着正念呢，我们以正念呢作为武士。所以就是想说，勇士呢，就是用勇士拿着武器呢去和敌人呢打仗一样，那就讲说呢，我们拿的武器呢，就是我们的正念。那正念该如何去对治这些烦恼呢？就是贪等烦恼催生时，我们只要发现心绪当中呢，就是任何烦恼刚升起的时候呢，那立刻呢就用我们的正念呢去对治，然后知道说，哎，我这时候已经升起这些烦恼的时候，然后立刻去摧坏。那这个呢，就是佛子所要去行持的。那如果呢，我们没有办法拿着正念的武器呢去摧毁烦恼的话呢，那我们反过来呢就会被烦恼呢给摧服。那在金庄理论里面讲到说呢，就是烦恼发起的时候呢，它会损害我的心，还有损害我们的戒律。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当我们烦恼现行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会去行这些恶行，行这些不善业。那造了不善业之后呢，无论是我们的今生也好，或是对我们的来世也好呢，那都会造成这个恶果。那也因为呢，行了恶业之后呢，那对于我们所需求的解脱以及一切骗智呢，它都会延迟我们证得果位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就是烦恼升起呢，不去对治的话呢，它只会让我们呢越来越不顺利呢，它没有办法让我们呢有一个安乐的这个果位。那所以呢，就是像嘎当麦格西呢，奔棍达大师所说的，就是我们对于烦恼呢，不可以有任何的放松。为什么？因为烦恼呢，它对于我的心呢，也没有任何的放松。要我呢，就是对于烦恼放松的话呢，那就是首先呢，烦恼它要对于我放松之后，我才有可能呢，对于
烦恼呢，就是有所放松。也就是说，任何时刻呢，本宫甲大师他都是专心的呢在对治这个烦恼。所以，当我们心绪当中呢升起三毒烦恼的时候呢，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呢，就是脱离恶趣，它反而呢会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越来越向恶，乃至于说呢，之后可能造下五无间罪，然后让我们种下呢去入于恶趣的因之外呢，那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那接下来的这个寄送呢，就想要说，就是因为烦恼呢，它如果没有放弃我们的话呢，我们自然呢，对于内心呢，要以正知正念呢去对治烦恼呢，也不应该放弃。所以就想要说，随于何时行何事，因观之心何相状，何系正念与正知，修利他是佛子行。那任何时刻呢，第八件顿住吧，老板。那所以第36个寄颂呢，就是做一个总摄，就是随于何时行何事，就是无论呢我们是否在任何地方，无论说是在大众之中，或者是一个人，那无论说我们是否有出去工作，或是没有出去工作呢，那任何时候呢，都应该观察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相状，是否有烦恼升起，然后什么时候呢，都用正念呢。正知来做观察，那以及提起的正念去对治烦恼。那做这些最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修学利他。那这个呢，就是佛子的这个心意。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然后在工作上，或者说就是一天60当中呢，就是一切的行住坐卧呢，那是否会成为法事呢？那最主要呢，都是关待于我们的心，就是无论是我们心呢，到底是变成善恶或者是无记呢，那都是关待我们的心。那如何让我们心一直趋向于善呢？就是要依靠着恒时呢，就是观察正念正知，由正念正知所摄持。所以想要说恒系正念与正知。那最后面呢，就是将一切呢，就是我们所行的菩萨行呢，所有任何的善行呢，都来做回向。所以讲说，为除众生无边苦，盖修诸行所生善，行以三轮清净慧，回向菩提佛子行。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些菩萨行呢，都是为了让一切众生呢远离无边的这个痛苦。所以呢，我们所修持、所行持的呢，一切的这些善根呢，所生的这些善根呢，那我们全部呢都回向给一切的有情，都回向于菩提。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应做的。那我们如果将我们的善根呢，就是回向于无上菩提的话呢，那我们直至未证菩提之间呢，乃至于成佛之后呢，那我们即使在当中呢不断受用我们的这些善根呢，那它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它也不会消失，因为我们是将善根呢回向于无上菩提。那如果说没有把这些善呢回向于无上菩提的话呢，那我们升起一刹那的这个嗔心的时候呢，那就会将我们善根的这个种子呢给焚毁。那种子呢，它就像是被烧焦一样，它就没有办法呢再产生善的这个受用。所以呢，我们做任何事呢，一定呢都要将它回向于无上菩提。那接下来呢，就是37佛子行的这个总回向。我依经序诸论点及众圣贤所说以未欲修学佛道者，传佛子行37颂。那第二个回向文呢，才浅学书闻不精，硕学阅之难生喜。然依经教圣者故，佛子行诵应无误。那第三个寄颂呢，讲到说，然佛子行诸具让，愚钝如我难测尽，故其智者持宽恕，唯理无关诸过失。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吴卓贤论师呢，他造了这个37佛子行之后呢，那做的一个总回向，吾以此三愿众生皆发真属菩提心，不住有疾得自在，贤成护主观世音。那最后呢，就说这个呢，就是为了希望能够利益自他呢，那由佛子由这个无着贤论师呢所造。那前面呢，在讲说第一个寄送的时候呢，那他呢没有算在37佛子行里面，就是这个造论宗旨以及归敬颂的部分，并不算是在正文内。Okay, Rinpoche will give u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ext. 제세 랄렌 소된 자와주소 나모 로기쇼라야 강게 주근 로미즈이자 주예 돈라지도 저 발라마 초다 진에스고라 단도고 송급에 차서 벤데인 중에 조별 산제나 던지 주대 준데 대안에 대에 랄렌 시라지 라레베 제세 남제 랄렌 시버자 등원도 쳐봐줘봐 잡았단자 랄렌 소된 지지 콩라 장가 쓰기 말해
we receiv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o verses, which is homage and the pledge of composition. These are not actually counted as the 37 in the 37 practices or verses. 되네마 쓰시지는 담보 된조 된제니가 더던데 나좀 쿠이솔에 로지 녀당 선도 예와메 바니 녀생감 바제세 라레 녀지 줄란도 자주다요 다이 줄라 샤담메담바 란돈제베 드무멘다 파유방바 제세 라레 융예 밤배 니무 린진제 남예 메베게 중앙게베 리바담베 줄랑이제지 엠바담바 제세 라레 융예 론조비안 자시에 소소제 베베 사베노데 슈드 류진종가 남신종부 포 센데 단제세 라레 간도는 도나두선 변주신 두선금비 자와 년주 장다 니제 매바 주바이 종예방바 제세 라레 가시 때나 니바 선주신 연대 양군다다 배지 신예 담바 랑기 류에 장 지원점바 제셀라레 아라 라야 고예 존라 짐바 연지된 예수시 자반 대시 간라 점남르비 군조 정도 제셀라레 신도 저경에 손동에나 디벨레 젠더부 투베송 대지 솔라바자 디벨 나야 메제 제셀라레 지송 대화자세 스바제 유성시긴 집이 주제에 나면 주탑이 번 든든이와 제셀라네 도메드나 달아져와제 만은 누나가데 지지자 대제다에서 진도지 현주 선지 제셀라네 등에 말로 다된 되래 좀 저be 선지 집에서는 좀 대시서 다대 진지 등에 다 양다제와 제셀라네 수단 되지 관계 노로 탐지 초강 초든 주나야 요당은 주도선 개와나 달 대랑은 와제설라네 달라 예바 중세 매진도 간다 다게 연구잖아요 니지원게 대바나 달라 렘바제설라네 가시 달라 매년나 줘봐 동서 쳐봐줘봐 잖아요 잠비스잖아요 되니지 대주바제설라네 도만두비오선 가시게 선nem로지 쓰잉에 만나요 대라 기위시젠도 제지 구변도 버려져서 엘라네 다게 비진 집어장이면 달라 다시 따와잖아요 내지 답이 별로 맞은 타박자와져서라네 한다 냠바 메비 조이 나제왕게 녀다오잖아요 라마진도 구변 다니지 조올렘 맞져서라네 초에 분신 다도 메이니 차브진 내단 된지 답장할 로그 디도 달라렌 제제 shum바메바 제설라니 님바 자신 로마 존데 나데비 논다 타고 조르자 스비 벤조 님보 메세네 김바메바 제설라니 랑게 셰다 안다고 마투나 슈로다고 뜻이 평안줄 대지 장단이지 마봉게 안준도 와제설라니 데비연데는지 렌즈에 주단다 지금 제장 세바 평안줄 강라 렌자 신자 지변 공부는 틀어 방만제설라니 제단 나왔는데다 랑게선 선이 되는 주변 타단 대니신의 존재 참만남의 일함의 제설라니 이동이 유단 처바나 야지 두지 자sun 지진도 저번나야 되면다 신자 방만제설라니 동해나서 물론 비시다 추와 추나 데모스에 아탄지 대제미도 진다 저비스 추바타와 제셀라네 산준데베 루자 동거나 치롱어번나라 미지고 대실랜다 나메메르 제마동와 제셀라네 수dom메바란데면도나 진도 주변데바 기문네 대시 세빈도 마 메바예 수돔 소와 제셀라네 게벨론준데베 제셀 누제 탐지는 제때단송 대시를 끊어 신뢰매바이 저박감바 제셀라니 안된 바시 주빈이라야 멜라 고라 미쇼도다 전도네 도근던데 연된주네지 순주가 삼바지셀라니 신나갔던 데멜라동 뉴먼남반 좀 마시제네 주미지라 양단 대바이 삼대감바 제셀라니 시라메나 바로 제가의 조비 전주 타버면 배 타다대지 고성무도비 시럽 감바제셀라네 랑게 추바 랑게 마다나 취베 수지 취메 제세베 대지 준도 랑게서 랑게 추바라 따네 방와제셀라네 니모왕게 제세 전다게 네발리나 다니 냠주베
태바체라 슈베 간사기 네바메마 제셀라네 니고 왕게 편저 준저시 조사금베 자와 냥주베 자시 친다 젠다 친나라 차바뽕 제셀라네 주미스게 인세 춘주시 지외세지 주수 냠주베 대시 전지 예도 모이 지수방바 제셀라네 유명 강나 님베 도가베 전시 집은 님비 수수네 자수 유명 당부 제마타 문정 제바 제셀라네 대인체들 제셀라네 순주 So 만다 순주 소나만도 마사 너나 간도 전랑 지제장 랑게 선지 나군 진다시 준도 전나 시제된 바이 연전 주바 제셀라네 대다서 준비 주비 제와나 타연도 예동에 세지 고산 넘버 답이 시어지 잔중어와 제셀라네 제셀라네 소등이 다 자와되는 소등 아마도 되죠 중간에 okay, so we have received now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ctual part of the text with the 37 practices of the Bodhisattva. This is the root text. 도저 된전에 숨비도 담반한지 숨기지나네 제사 남지라네 숨주 제사 랑랑랑한데 된도 그 로저 미시 장바 중이시 개바지비 되죠 마치 도다 담비 숨라 템비치 제사 추미 제사 라렌 추미 라바선 자 제사 제바 랍제나 로메단데 팀바 가위치 게다 만들라서 니비수 담반나지 저반제도서 텔레 중이 개변도 하고 단주 전담 공조 장주 센조기 시스다 시베 타담메네 지레생고 대당 som바제반데야 아젠라 펜베된도 논다지 마마이 원주 좀바토미 진군주는 제프들 자와 오 당과만 찍으시지 여자는 소리는 남아야로기 잘 관계되는 로메즘이 전화 기대 준제바 라마초다지 생각나 다도 고송급에 자르는 베니준의 조배선의 탐지 룬에 준데 디라레시라라레메 진나네 제베드니 된주 조제니 같아도는 다젠고 예술은 얘다 선도 이와메바이 니생감바 제셀라네 那以上呢，就是已经传完了37佛子行的口传的传承以及教授的传承。那今天能够到这里呢，就是非常的欢喜，因为让我有一个能够累积资粮的机会。因为没有文法者的话呢，那我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为大家宣说。那因为在这里讲述37佛子行缘故呢，那我自己呢也种下一个非常善的这个习气。那我们在修学了佛子行37颂之后呢，并不是只有口中呢去念诵，最主要呢是我们的心要去发愿，发愿之后呢，如理的去做行持。那所以佛子行37颂呢，它并不是只说我们了解就好，因为它在每一个偈颂的最后面呢，都讲到说这个是佛子行。佛子行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去行持的。那在行持的时候，就是了解内容之后去行持。行持呢，并不是嘴巴行持而已，而是内心的去行持。内心如何行持呢？就是调伏我们的心相续，调伏我们的烦恼，调伏我们的我爱执。那也非常谢谢呢，就是这一次呢，就是杜威林中心的请法，那让我呢，还有就是在座的各位呢，我们才有机会呢，能够在这边累积资粮。那特别是现在呢，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呢，就是各种烦恼增盛，然后时代最不好的地方。那尤其是说在五浊恶世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是都会自障毁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佛子行37颂里面教我们的呢，并不是说讲述自己的功德去诋毁他人。而是讲说我们如何升起一个利他心，如何去帮助别人。所以这和世间人相比呢，就会知道说我们能够修学佛法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那特别呢，就是佛陀呢讲说，就是佛法它要能够注释的话呢，那是需要有讲说以及修行的人。但是如果要执持佛法的话呢，那就是要执持教正法以及正正法。教正法该如何执持？就是透过讲说呢来执持教正法。但是有了教正法之后呢，你要让它注释，还要透过正正法。那正正法就是透过修行呢才有办法承办。那修行就是如实的行持才能够承办。那
所以在这边呢，就是再次呢，就是谢谢杜慧莲中心呢他们的请法。那诸位就是闻法的大众呢，就是也要升起欢喜以及随喜的心，然后觉得自己呢是非常幸运的，但是仅仅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呢是不够的，就是我们还要努力的呢去行持，就是想办法呢让自己呢能够升起菩提心。那菩提心最主要的这个发愿文呢，就是想要说最胜珍宝菩提心，诸位生者令升起，以升起者不退转，其愿辗转得真上。那我们以这样的意乐呢，一起来做回向，就是回向于无上菩提之外呢，那我们也回向尊者，还有一切具德的善知识呢，他们都能够法体安康。也就是说，佛法为什么能够延续到现在呢？就是从世尊呢宣讲了四谛法轮之后呢，那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呢，有很多的这些寺庙。那这些寺庙呢，就是因为有这些讲说，还有修行的僧众在呢，那佛法才能够不断的这个延续下去。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回现了一切的战乱、战争，还有这些疫情呢，能够消失，世界能够和平。因为唯有世界和平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来做行持。那最后呢，也祈愿大家，祈勉大家呢，就是听完之后呢，都能够如理的行持。谢谢。刚才说一个一心刚的偏袒台湾嘛的句，接着是我定时讲说一下边是的把的等住，那把的拉面故事的，开始等别等着是，等别现在我当到。洛杉矶约等吧，结局是老巴山的名字，那边所见难的用，大队协助这边是的，土地数据这边抓起说，每种世界这边，等的罗瓦那边等吧，当大概拉上大边，那边等跟的啦，牛肉说呀。我是我们我是我们的我们哦。我是的我是我们的知道的我是我们我是我下了的我罗的我的罗巴拉下了的的罗的我高有罗也的罗罗罗罗罗米的罗罗米的罗人我人我包着的罗的我包的。罗罗波罗仁波切，罗波仁波切，仁波切，罗波仁波切，罗波，大舍仁波切，摩诃仁波切，地地波耶波摩切，揭摩罗摩诃罗摩弥陀摩卢毗，那遮摩尼罗摩耶摩多，仁波切多切列南布拉揭别尼日些，为说他的名言偏着风中。马扎瓦梅巴长期移动，我瓦地大天界扎瓦那基布拉这边半年，南达基布拉顿亚夹接长期去接，过说仁波切多接长期，接住我瓦松拉天界给列叫做北上，西安呢泰巴前边松着沙漠来布拉托别城，当然给城。佛巴拉给我推荐这边推动些说是现在给他说现在他们家老做。我那些些说到多么给我这么了不起的，说要说是别一个，说要是没有多，这么一日也让我。Lord.
조여 조여 예여 마야 디 Gebe cheche tuge jimbe tu losa gebe tenpa gege je ngonje wangpo tuge tamje chena nido chenpo si seje gebe ngangje tenpe tu losa gebe tenpa taje zame kyubo pepe je jambe chundu sekara chunpo pe chedo nashi pupa tem losa gebe tenpa gege je tawa namda taje tale tu gomba neda chundu Namda kebe kashin ju losa kebe tenpa ki gyuji mandu tepa kyache tsabe ki tete cheche gyudan. Kunkya tendu ngube son losa kebe tenpa ki tangi sura mali kame tu kansa chiki nyamle tambaru ngebe chechu tibe. Losa kebe tenpa ki gyuji lungde tene sumki chenge dan tibe. Kichi tibe Gebe tenpa kikyu ji chisu nginte chile shishin tu nangdo rinshi nancho ten Tonga lasa pami tongsu ki losa gebe tenpa Kiki lepra sibi tongpa ngi tibu tabki tubi tijin da nyamche chibu kiti Losa gebe tenpa kikyu ji kibu sumki lamki sumi zu ngipche sona Tenso tamche tuto ki losa gebe tenpa kikyu ji dona palte lame Kiji tembe tambe sante kya tembe chinta ngata tuwa yu losa. Chini yabo soko bo chen, namo pivo lo chini simo simo, chini mali sambo sho, tano chini chun, tabi soki lo tini yabo lo so chom. 并不是人不就知上帝听说你们，这人没有这边听老老天的没这边。